我哋一位嘅長輩教友盧思泰、顏志坤姊妹，今日佢依照係傳道會聯教會嘅安息禮拜嘅禮物係進行整個程序。當中有好多首嘅係詩歌，佢嘅家人咧係選擇，都係咧盧思泰喺佢嘅生前好喜歡唱嘅詩歌，裏面充滿著係感恩，裏面充滿著係讚美，係上帝俾我哋一生嘅生命係豐盛嘅，讓我哋存着感謝讚美嘅心，一齊係參與呢個安息禮拜嘅禮物。大家打開禮物嘅第一版。我哋敬愛嘅盧顏志坤師太係生於1913年12月25日，係廣東現屬廣西合浦縣黃塘田村人。盧師太係1931年師範畢業之後，曾經先後喺5間小學任教，包括廣西循道會漢英小學，最後係調到南寧區婦孺公讀學校，係任生活部主任，直至到1937年9月參加抗日救亡工作而離開。我喺呢度代表我哋所有嘅家人，多謝各位今日出席安息禮拜，你哋嘅關心、慰問同埋代禱，俾咗我哋好大嘅支持同埋安慰。
我哋都特別多謝每一位協助呢兩日喪禮安排嘅朋友同埋弟兄姊妹。我諗大家呢幾日都好多嘅關心，亦都係送出白金馬蘭，我哋都喺呢處表示比較感謝。其實我媽媽都係同大家當中咧，好多人都會認識嘅。咁咧特別咧就係佢喺我哋家庭當中非常重要。佢嘅兒孫係從荷蘭、比利時、加拿大各個地方翻到嚟嚟送別。佢今日咧就係我哋完咗呢一個嘅安息禮拜之後咧，我哋今日咧就唔係火葬禮嘅，就會禮拜一朝頭早先有。由於咧嗰日亦都唔係公共假期，所以大家咧亦都唔需要咧係在嗰度參加。有個別嘅親友或者佢嘅學生。